今日記者節，我以前第一次做記者報道新聞就上咗央視，而且係粵語報道。再來關注中國足壇颳起的反賭風暴。而家係我已經撳咗第4次嘅門鈴啦，但係都冇人嚟開門。而家我哋望下時間係朝早嘅11點鐘左右，仲係上班時間。新聞播出之後引起廣泛關注，從此都開啟咗我嘅記者生涯。之後我仲試過去報道一個村嘅違法建築，點知俾10幾個不明人士包圍要打我啊！受到惡意恐嚇，但係我都冇退縮。之後仲試過去報道颱風新聞，淋到周身濕晒，成隻落湯雞咁，就為咗講2分鐘嘅記者現場報導。後邊仲有各種各樣嘅，包括自然災害啦、人員傷亡嘅新聞事件等等啦，我哋都係企喺一線嘅。咁多年嘅記者生涯，俾我一個好深嘅感觸，就係記者嘅職業雖然好辛苦，但係報導新聞出嚟之後，你內心會有好大嘅滿足感，因為你通過你嘅雙手去改善咗好多人嘅生活，為呢個社會嘅正義去發聲。所以雖然我而家已經離開咗記者呢個崗位，但係見到咁多嘅兄弟姊妹仍然喺記者崗位上奮戰，我想講你哋辛苦啦，向你哋致敬。